Hello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以后都不要再来了。干嘛呀你？你要骂啊，你要吃饱了再骂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吃你拿的东西，拿走！哎呀，你管谁拿的呢？能吃饱就行呗，是吧？我不吃。你是我认识的那个戚明峰吗你？我原来认识的那个是一个花心大少，根本没有这么死缠烂打。你烦不烦啊你？我听说了，孕妇的情绪啊总是很不稳定，所以你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还有，你也不是我当初认识的冬眠啊，温柔娇气，但是现在我更喜欢。耍够流氓了没？滚！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耍流氓算什么？啊！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会每天都过来，不管你开不开门，见不见我，我都会到。给我滚！滚！你滚！好，好，我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记住，把饭吃了啊。还有，孕妇要保持轻松的心态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冬眠，冬眠，你完事儿了，轮到我了。OK，祝你好运。水果，有营养的东西啊。